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8月初9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国会立委集体收乌西的案件发展。立委陈超明、苏振清、廖国栋3个立委，进前互北院裁准羁押，3个人是提起公告。不过高等法院是认为讲，因涉犯重罪，而且可能有设计共同证书的疑虑，昨半暝是驳回控告，确定羁押。另外，原本交保的赵正宇，昨是重开羁押庭，裁定羁押禁见。无党籍立委赵正宇伫父亲节这一天被裁定羁押禁见，之后伫法警规划下上铐坐警车押去台北看守所。国会爆发立委集体涉嫌收乌西钱，赵正宇被怀疑替民众业者是按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想要变更民众地务。法院裁定100万交保8减控告，高院测试认为控告有利，撤销交保，发回精彩。有没有觉得很委屈？慢慢走，慢慢走。立委陈超明、苏振清、廖国栋3人所提出的控告，七被7名被高等法院驳回。因讲是本案第一波被裁定羁押禁见所提控告的8名被告全部被驳回，加上赵正宇专案羁押人数总共9个人，合计定指出赵正宇涉犯无违背职务行为受贿罪，犯罪嫌疑重大，也有真高的人命，有真济房产，可能有逃亡。另外，检调伫赵正宇出内底查到现金920万，不过赵正宇无法度讲来源，甲已经收押办公室主任林家琪讲法不同，无法度排除林家琪和赵正宇的可能性。另外，赵正宇有立委身份，有影响力，涉犯期间几啊年，勘查人员真济，案件具体计划、共犯之间的分工、犯罪所得、去向等等，拢有待检察官来调查，所以裁定羁押。就是920万元的款项还是交代不清吗？在被告控告全部驳回，案件继续打，北检会继续追查调查，清楚真相。记者综合报道。天气上新资料，原本伫菲律宾东北方海边的热带性低气压，伫今仔日半暝2点已经发展做今年的第5号风台强米。就算讲路线是较偏北平，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不过风台嘛是会带来西南气流，明仔载会开始落雨。通过琉球群岛持续北上的过程当中，从下周1到下周3，会把目前在南海这一带的低压带的水汽带进台湾地区哦。所以从下周1到下周3，天气上会转为比较不稳定，转为这种整天性出现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尤其是在下周1、下周2这2天，在中南部跟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甚至是或者是短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气象局提醒，今仔日开始，台湾中南部、东南部地区甲偏乌会有短暂的阵雨甲雷公雨，而且会有局部的大雨甲短时间的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的地区，金门甲马祖嘛有短阵的暂雨甲雷公雨。拜三了后，天气才会慢慢啊稳定。拜4到拜5，天气阁会转去热浪降温的形态。即马是长咧歇热，讲到要耍水，真侪游客拢会走去新竹北部浸冷泉。不过这2天有民众发现，冷泉竟然浮真侪死鱼啊，怀疑是有人偷鱼啊，无就是水质受到污染。环保局即马已经甲溪水送验，当地追查顶楼敢有受到污染。这么热的天气，将脚浸伫北部冷泉，清凉阁消暑，是真侪游客到老街佚佗了后会安排行程。不过最近有民众发现，原本真清的河边不止真热，而且还阁浮真侪冰冻的鱼啊！就死那么多鱼，感觉就不会讲了，就是感觉哎呀。那比如说上游看是不是有人在那边，他们在玩的时候，有什么东西留下来这边？因为到这里都死在这边啊。环保局第一时间派人到现场检测，不过水质经过测量，酸气氮、溶氧量拢伫正常范围。环保局表示，天气伤过热或者是水量无够，也拢是可能。不过鱼仔死亡原因依然要阁继续追查。天气太热会造成一些部分鱼群死亡是会发生，没有错。那另外还有可是看溶氧就还好啊，一般溶氧这样还算在合理的范围啦。环保局已经将采溪水送验，也要去北部冷泉水头继续勘查是毋是有污染源。不过到目前为止，无发现可疑的单位。鱼仔死亡原因，要阁看检验结果出来才能了解。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卖。
美国卫生部长今仔日坐专机来访问台湾，这是台美断交以来美国来台湾访问的内阁官员官位上悬的。也若是前日本首相孙时郎今仔日嘛带国会议员坐专机来台湾。接下来是中国时报，根据邮政中心统计，最近徛名济喙암销量是比疫情稳定的时增加1倍。目前政府逐工征用800万片喙암，大约是总产量的4成。不过嘛，当地建议讲要扩大征用8成，而且若是有必要，无排除会全部征用。上尾是联合报。中法关政府甲台大公卫学院合作，启动万人的新冠肺炎血清抗体调查。初步调查的3000个人当中，发现伫确诊者、接触者、甲居家检疫者，各有医护人员当中是个族群。部分接受体检的人，血清的抗体有阳性的反应，这嘛显示出咱国内社区确实可能有无发觉到的感染者。将咱台湾增加2个大病入境的武汉肺炎病例，是一对菲律宾回国的翁仔某。因伫当地时阵无去看医生，嘛无接受体检，转来咱台湾了后才确诊。真侪人就烦恼讲，入境的时阵若无全部体检，会有一寡绕口去的患者转来咱的社区内底。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初8临时召开记者会，宣布各新增2名境外移入病例。1878甲1879例是60外岁翁仔某，长期伫菲律宾工作。翁婿伫7月23就出现发烧，规身躯酸痛等症状。伊的某1879例一直到8月初3才出现咳嗽等症状。2个人都捌家己食药啊，并无伫当地就医。初8宣布确诊，接触者拢总列出14人，甘班记录克高的人，列伫伫厝隔离对象，另外机组员5人，列为自主健康管理对象。起来都是轻症啊，7天左右大概是一个变坏的一个状态啦。那这个都还要观察。境外移入病例继续增加，不过最近美国日本官员来台入境检疫确诊伤，但市长表示这是个案考虑，防疫强度不变。发生感染，您要负责？我要负责。在美国 PCR 的阴性，那专机入台。那专人的引导，团进团出，动线的分离，跟人民绝对都是分开的。有相关的人都以最少的接触、全程的防护为原则。那我们认为在防疫上面是到位的。对于当地行政院确定入境无普台认为防疫效果有限，国民党县市长蔡市伫面册串联，向中央发挥落实入境普台。台大公卫学院学者也建议，应该做精准入境检测。高风险国家除了入境检测，检疫第5天爱进行第2摆的采检，都会当将境外漏沟的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正在滚价，全球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900多万例，死亡人数超过72万例。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今仔日阁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的病例，目前是480例。中国的病例有84000多例，香港是4000多例，日本超过47000例。也若是目前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511万例，巴西超过296万例，印度是超过200万例。佮有最近变严重的南非是有55万例。欧洲的方面，上界严重的是西班牙甲英国，分别超过36万例甲31万例。继续关心国际消息，即马拄好是印度南部的雨季。昨有一台飞行机对倒摆飞向印度，因为天当咧下大雨，降落的时阵冲出跑道，摔落山坎，断做2过，造成190多人，造成19人死亡，100多人受伤。事故现场附近的病院场面混乱，一台的救护车甲伤者送到位。不过病院附近又出现塞车，救护人员、民众甲救护车以及其他的车拢开斗阵。伫个空难事故现场，登去的飞行机残骸，互人看了到地，感觉真恐怖。The Air India Express flight, which was coming in from Dubai and was landing in the Calicut airport, Kozhikode airport, around 7:40, 7:45. That seems to have skidded off the runway, and we must remember it's a tabletop runway.
也就是讲，无人机掘出跑道的结果，就是落入去边仔的山谷。由当时者伫咧落大雨，根本看袂清楚，而且地面真骨。技术试了2摆，才勉强降落。不过意外发生即摆事故，机身落入去大约3层楼悬的山谷了后，对头前断做2截，加在无爆炸导火，互赶到现场的救援人员有够的时间，应甲人客甲机组人员尽可能甲救出来。不过2名坐伫上头前的机师也是不幸损失，另外也有至少15名乘客死亡。印度民航局的飞航事故调查小组已经展开正式的调查，来厘清事故发生的详细经过、原因，也有责任归属。印度快捷航空是国营的印度航空所属的子公司，以廉价航空模式经营印度国内，也有来往在中东甲东南亚的国际航线。这摆失事班机出发的杜拜，也是每礼拜固定来回的重要航点之一。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宣布讲，因应港版的国安法，制裁中国甲香港11个高官，包括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甲这关大官伫美国的资产总冻结。香港的政府这边就跳出来批评讲，美国的行为实在是真阿爸，干预中国的内政，强调林郑月娥是无咧行美国的手段。美国财政部初七公布制裁11名中国甲香港官员，制裁名单包括特首林郑月娥甲中联办主任卢慧玲、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人。财政部指出，这11名官员伫美国的财产将遭到冻结，除非得到特别许可，若无禁止甲制裁对象进行任何三款交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伫推特发文表示，美国未无管中国共产党已经表明，香港已经被享有50年高度自治。川普总统也表明，美国会将香港看作一个一制，并且制裁迄个压迫香港人自由的人。Is unreasonable, barbarous, and I think in the long run it will inflict a ruin towards U.S. interest in Hong Kong too. Well, as you have seen that, I don't find any sort of valid reason for this blatant interference of Hong Kong affairs by a foreign country. I don't think this is necessary or a civilized manner to do so. 港府发言人也回应，美国工人甲野蛮的港府中国内部事务，做伫政体处理，以香港作为基亚，伫中美关系之间制造麻烦，批评美国商量标准甲基线违反国际法，对美国公布个人资料，港府也回呛将保留法律行动权利，强调林郑月娥无咧惊美国的制裁。同款被列伫制裁名单的中联办主任卢慧玲回应家己伫国外无资产，批评美国不制裁白了港，也个讲要寄100块美金。互川普和美国去冻结。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高雄市长的补选剩无1礼拜，三党的候选人甲国党的头人拢在拼场有声势，但是国民党的候选人李美珍提出用水政见是个惹争议。民众党的候选人吴益政是无表达意见，也但是民进党的候选人陈其嘛是讲，若是要提出创新的政见，就要甲经费等等的规划拢总交代互清楚。配合是88节，但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恐惊无时间通过节，爱用最后一个拜六礼拜全日来冲票。民众党候选人吴益政对7号暗时开始就由党主席郭文哲陪同扫街，配合透早伊参加老车自救大游行，访问到88节，想到高雄辛苦打拼的人，吴益政已经袂掉煞哭出来。高雄人都好辛苦，高雄真的好辛苦哦，每个。很多人哦，都是拜托我一件事，把经济做好，让我们可以生活。我们是想养小孩这样而已。吴益政拜六礼拜冲线选择甲弱势团体徛做伙，李美珍煞因为7号暗时伫面册发表的用水政见，其中提到用海水冲马桶的想法引起讨论，但互人问到经费来源，伊讲爱长期规划。民进党执政给高雄花了3兆多的预算，负债3300多亿，也对高雄的水都没有解决。那他们不解决，我想来解决。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规划，有分阶段的。对李美珍的政见，吴益政认为无够了解，但会当先听听的，暂时无要评论。陈其迈是直接无奈摇头，表示李美珍若要提出新的政见，应该把相关计划的成本、经费的来源，甲要安怎执行讲清楚。讲一个政策，他要把它的怎么做啊，它的产值，创造多少就业人口，
或者是怎么解决，怎么样经费多少、成本多少要算清楚。但我不晓得他那个点子从哪里来啊，怎么做啊？摇头，没办法。高雄这个拜六礼拜有真侪大咖，除了郭文摕要连续2天陪吴益政扫街，国民党9号嘛会出动前总统马英九甲侯友宜、卢秀燕2个首长来为李眉蓁徛台。民进党单期嘛会甲副总统赖清德合体，选前最后一个拜六礼拜3个阵营拼体力，嘛拼辅选的战力。记者陈焕武、面交馆高雄报道。中营甲华航推出环岛的包机。疫情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干表示，桃园机场本身的防疫措施就真较全，为着因应环岛包机的行程，还阁特别加强摒扫。来到桃园机场后，机师出示机票护照，准备登机。虽然毋是要出国，不过真久无坐飞机啊，旅客也是非常的期待。小朋友说没有坐过飞机，然后他们就本来是预计是4月有机会出去，对啊，然后刚好没有办法，所以就刚好有一个类似，还是体验一下坐飞机这样。装备看起来都很像啊，背包啊、行李啊，大家的心情遇到这样有那种蛮开心的感觉。选在父亲节这一天，2大国际航空拢推出环岛包机，等于航空派出大型采尾机来飞行，航程接近3点钟，经过阳明山甲鼻头角灯塔，再经过日本琉球列岛西平上空，沿着台湾东部海岸线南下到小琉球了后，再搁沿东部海岸线转来，互旅客由空中看到海岸的风光。我们这个类出国的包机哈，我们只是用成本在做计算。那你说要去靠这个来营收增加，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我们基本上是要让国人在这个疫情期间有这么样一个机会，能够搭机出去来做这样的一个旅行。华航飞行环岛班机机型较细，不过一日就卖完啦。载上123位旅客进行环岛行程。国际航空业者抢入包机环岛市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讲，虽然国内疫情相对较平稳，不过要求桃园机场公司还特别注意防疫来因应这波假出国的商机。其实在每一班旅客过境之后，我们都全面的消毒。那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们也看到机场其实相对在整个空间，尤其是在出境端的部分，其实是有维持一定的这个干净。抓到民众想要出国的心，机场公司也举办机场一日游体验活动，除了会使入去平常时无用入去的机坪，这管制区参观，也用伫贵宾室食物件。这阵限量4万人次已经互有订去啊。机场公司也伫规划无同参访行程，希望用活络商机。记者综合报道。昨新竹有一场结合人工智慧的职业生涯体验，一台双层的货柜车，内底有 VR 技术。和找头路的人会当利用这个装置来体验不同款职业的角色。有清楚的旋转吗？对，还是重一点啊，但是已经很。戴着 VR 虚实实景的装置的帽仔，就在体验职业的角色。也会利用 AI 了解自我人格。劳动部劳法署推出头一台 AI 这件货柜车，设备开入新竹购物中心广场，开放青年甲找头路的人来看要找什么头路。现场也穿有西装，替青年来翕正式的要找头路的相片。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它可以它可以帮你分析说你是哪一个性格的工作者会比较适合你自己，然后还可以拍专业的履历照片，所以我觉得这是为求职者每个人都很需要做的一些准备。今年新冠病毒疫情明显冲击就业市场，各政府机关对7月开始积极推动实体就业介绍这相关活动。这台 AI 职业的货柜车未来进驻到大专院校提供服务。走动式的提供给我们的这些青年朋友，那么希望协助他们能够认识自我，规划他的职业蓝图。看一个今年顶半年全台失业率上悬是在5月，来到4.07%，失业人数48万6千人。台北市劳动局最近也统计出顶半年台北市达到27503人被资遣，比去年同期增加6成。以批发零售业上多，亲像香港厂商有边价的服装品牌，因为疫情收掉部分门市资遣员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地方。高雄总院一间诊所涉嫌诈领健保费，负责人互怀疑讲，甲别个药师借药师牌，互无药师资格员工来夹药啊，甚至用女健保卡换保健食品来甲民众拐，申报不实在骗健保费用。
铁门摇落来，门口用火卡挡的，这间位置组型的证书技术暂领健保费测试，和检调单位搜索。检察认定证书负责人涉嫌刑事业务定罪不实文书，共犯加重早期错贷定罪，向桥头店医生裁定40万交保。借用药师的执照然后提供给不具药师资格的人员来从事一个药师的业务。该诊所疑似有利用病患就诊制作不实的就诊病历，那以及说招揽一些民众，就是提供健保卡，可以免费来换取一些保健食品。地检署表示，证所用这挂手法自民国106年到今，拢总暂领医疗费用点数129万3000点，还有药师服务费甲药费点数大约123万，连附近的居民都捌受害。报黑无做的啦，事后才知道的，事后去申请自己的这些病历资料以后才发现的，因为完全没有做这些检查。地检署也提醒民众，所以将健保卡交予诊所头路，真可能沦为早期共犯，相当会当以早期罪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呼吁民众千万唔通因为小贪，那最后后悔也袂负啊！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反空污大游行，主场领团摆放，大声发出诉求。另外，彰化市是台湾头一个地方政府带头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听到脚踏车沿着台中市上闹热的街路，以苏要用行动来表达反空气污染的诉求。节能减碳就健康。脚踏车队一路来到台中市新市政公园的终点站，甲反空气污染游行民众斗阵排出 Net Zero Carbon 净零碳排联样。诉求无脱团的中会，也要求各县市首长重视气候紧急状态。参加游行的民众有阿公带着孙仔斗阵来参加。参加游行，政策问题来污染台中市，来危害全体台中市市民的身体健康。对咱台中市民来讲，咱台中市民这火力发电厂要依照原来的火力发电的能力来发电就好。彰化市长林世贤是全国头一个回应环保团体，宣布彰化市进入气候紧急状态。彰化市率先来宣布，我们是一个气候紧急的一个城市这个深度减碳的委员会，我们会结合医界、学界一起来努力，宣布气候紧急，实施绿色新政。所以，底下要拜托，应回应我们的第3个诉求，定出5美轻松表。反空气污染游行今年选在8月7日莫拉克洪灾11周年，有20外医师团体、10个环保团体。今年的反空气污染游行虽然规模人数变较少，不过未少国民党甲民进党政治人物来出现。主办单位讲，希望团体跨党派共同反空气污染的诉求。记者综合报道。早起看世界，毋但是咱台湾咧热，欧洲的天气嘛是烧山炎火，有的所在竟然已经热到40度。另外，夹伫咧俄罗斯甲中国中央的萨哈共和国，因为天气打扫，火烧山的范围已经超过7万公顷。对空中翕到的画面，会看到，小俄罗斯联邦的萨哈共和国，这森林内底四界拢是高烟，伫地面上受各地调来消防队，正设法伫甲这野火拍熄。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действует 103 лесных пожара на площади более 70 тысяч гектаров. 离纬度甲沙哈差无偌济，毋过离7万外公里的法国西部海堡顶面拢是人。为着闪避40度的高温，未顾什么防疫甲社交距离规范，大家拢想要耍水，看会较凉袂。对天气图会看到，法国濒临大西洋烟花，色地差不多拢是红甲变乌的，显示高温是危险的等级。Dans le futur, il va falloir s'attendre à une recrudescence des canicules, des températures, des pics de chaleur plus intenses, des canicules possiblement plus tôt dans la saison. 离季节海英国温度较低一点嘛，不过看一下伦敦动物园内底会使较好，比如看到冷冻食物，才袂感觉较热，也知影这天气嘛是真热。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气象报告指出，英国东部气温可能来到36度，同时真热的天气形态会继续到下礼拜。而这悬的气温，唔但互习惯寒冷气候的欧洲人挡袂牢，也可能带来环境危机。意大利甲法国边界白朗峰山区，研究人员对空气画面发现，当地冰河最近加速扬起。对缩时点影画面应看到，这车坡顶面的冰河正以每公80公分的速度掘震动，由扬起化成水的体积大约是500立方公尺，大约是一座米兰大教堂的体积。所以当地政府赶紧撤离山坡下面75位村民，以免大水流落来造成灾害。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各地天气好天炎热，对明仔开始，就连续3天全台湾拢会落雨，中南部、东南部可能会有下大雨的几率，大家就要小心。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天气预报。北部地区是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是26度到33度，东部地区是25度到37度。华岛地区是27度到36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大江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江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这阵天气还阁真热，不过对这块来讲，秋天已经准备开始啊。今仔日咱要讲的词就是立秋。立秋汉字写作立秋，罗马字写作罗一立。此有秋，立第8条，秋第1条。立秋大约伫新历的8月初7到初9迄卡斗，就是我上介意的秋天，特别开始的意思。立秋了后，若有落雨，天气就会变较凉、较爽快。有一个观众朋友咧问讲，是安怎生的我算啥物拢遮准？那是因为古早人有留落来真济为这块来有册农作物收成的经验，我就甲学起来啊。像讲立秋前一日，农夫不用力，就是咧讲立秋迄天，若好天就会有好收成，农事万项会顺利。若是立秋听到单位讲霜冬，也就是第2期的稻作。收成就会较歹，所以才会讲雷拍秋，冬半收。咱嘛会当看立秋是伫今年农历的几月份来有测海冬收成的情形。俗语讲6月秋快溜溜，7月秋秋后游，就是咧讲立秋若伫农历6月，讨海人就讨较无食，快溜溜就是希望作业的时间会较早结束。哎呦，无要紧啦，无要紧啦，好啦好啦。若立秋伫7月，天气会较稳定，海冬就会有好收成，会大收。秋后游就是希望收入会较好的意思。若要讲好食、好佚佗的，立秋是灵应到适的季节，嘛是金针花开的时阵。咱台湾看金针花上有名的所在，就是花莲台东遐满山坪的金黄色花蕊，真正有够水。立秋，立秋前一日，农夫不用力，雷拍秋，冬半收。6月秋快溜溜，7月秋秋后游。立秋食灵应，赏花好心情。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